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翻國內手機代購。今日為大家介紹翻呢部手機啦，就係嚟自華為最新推出嘅榮耀3X Pro 嘅。咁其實呢部華為榮耀3X Pro啦，係一個榮耀3X 嘅升級版本嚟嘅。咁其實就整體上個規格啊，甚至乎個外觀啊，其實就同榮耀3X 咧只係少少唔同嘅啫。咁盡量講翻呢部手機個 spec 先啦。咁榮耀3X Pro 嘅話啦，咁喺個屏幕方面咧都係用翻5.5寸嘅，咁大解像度方面就會提升到去 Full HD 嘅啦。咁過往榮耀3X 嘅話只係用翻 720P 嘅 mon 嘅啫。咁另外留意翻啦，咁 CPU 方面啦都係用翻聯科嘅 MT6592啦，咁速度方面都係啦，8芯嘅 1.7 GHz 嘅，咁呢度就冇乜改變嘅。咁運行 Android 方面啦，都用翻 Android 嘅 4.2 啦，用翻佢哋自己華為嘅 Emotion UI 嘅 2.0 嘅。咁同翻榮耀3X啊，最大嘅賣點就係啦，呢部榮耀3X Pro 嘅話啦，都係支援翻國內嘅移動啦及聯通嘅 3G 嘅。咁如果玩開雙卡機嘅客戶都知道啦，咁其實因為移動嘅制式同我哋香港有少少唔同嘅，一般買移動制式嘅雙卡機嘅話嚟到香港都用唔到嘅。咁所以呢部榮耀3X Pro 啦，同榮耀3X 一樣啦，佢支援翻雙 3G 嘅，咁變相嚟講其實就受到唔少客戶嘅歡迎嘅啦。咁啱啱講好啦，屏幕方面啦就會用翻個5.5寸嘅 Full HD 屏幕嘅。咁另外 RAM 方面啦，亦都會有2GB RAM 啦，而個 ROM 方面會提升到16GB ROM 嘅。咁過往榮耀3X 只得8GB ROM 嘅啫，咁亦都係可以外置記憶卡，咁最高支援翻32GB嘅。咁至於相機方面啦，前置會有翻500萬像素鏡頭啦，後置亦都會有翻13萬像素鏡頭嘅。咁另外電池容量方面啦，都係有翻3千嘅電池容量，亦都係可以換電嘅。咁循例大家講翻呢部榮耀3X Pro 先啦。咁首先其實就個規格上啦，只係有少少唔同嘅啫，就係由 720P mon 啦提升到 Full HD mon。咁另外就 ROM 方面啦，會由8GB 去到16GB ROM 嘅。咁至於外觀方面啦，其實就都係差唔多啦。咁但係就今次會有少少唔同就係啦，機背會採用翻一個叫做仿皮嘅設計嘅，係啦，仿皮機嘅設計。咁至於呢部機嘅話啦，榮耀3X Pro 啦，咁其實大家渴望咗好耐嘅黑色啦，都推出咗噶啦。因為其實榮耀3X 個大家玩開都知啦，淨係得白色嘅啫。咁但係相反呢部榮耀3X Pro 嘅話啦，暫時只係得黑色嘅啫，就冇白色嘅，所以購買嘅客戶都留意翻啦。咁個手感啊、外觀啊，其實同翻榮耀3X 其實基本上一模一樣噶啦。咁無論所有 size 一樣嘅，係唯獨機背呢個設計會有少少唔同啦，就會放翻個仿皮機嘅設計嘅。咁亦都係啦，音量加減就喺度啦 ，power 鍵啦，機頂會有翻個耳機頭啦，咁左邊冇任何鍵嘅，咁底部亦都係會有個 micro USB 嘅，咁啊至於個仿皮新設計啦，咁就類似有少少似 Look Free 嘅感覺嘅。咁其實呢部榮耀3X Pro 嘅話啦，其實就整體上同翻榮耀3X 基本上真係冇乜分別嘅，咁只不過係一個叫做提升版本啦。咁個屏幕方面啦，會由 720P 去到 Full HD 嘅啦。咁個操作界面雖然個屏幕解像度高咗啦，但係都比較流暢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留意翻啦，由於用上 Full HD 方面啦，咁其實相對上如果你話喺安卓度跑分嘅話啦，就冇榮耀3X 咁高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你問我實際效果嘅話，其實就完全唔影響嘅，因為就都係啦，一般你可能平時睇戲啊、上下網啊等等呢啲又唔會有啲咩分別嘅。咁個效果方面睇個視覺效果啦，一定會有提升噶啦。咁另外容量方面啦，亦都會由翻8GB 啦提升到16GB嘅，咁其實就儲存容量會多咗嘅。咁至於界面方面啦，如果玩開華為嘅榮耀系列，我諗相信都唔會陌生噶啦。咁其實都係用翻佢哋自己 Emotion UI 嘅啫。咁其實就我自己用緊呢個 UI 都比較中意嘅，係啦。咁至於呢部機最大賣點就係啦，佢會支援翻即係香港嘅 3G 啦之外啦，其實佢都會支援翻國內嘅移動同聯通 3G 嘅。咁其實過往玩過客戶都知道啦，咁其實就一般移動嘅 3G 同我哋香港制式有少少唔同嘅。咁所以一般買移動制式嘅 3G 手機嘅話啦，嚟到香港係用唔到嘅，只能夠使用翻2G 嘅啫。咁但係呢部機嘅話，其實就基本上兩個槽都用到 3G， 甚至乎大家無論係移動啊、聯通啊，甚至乎香港任何台嘅 3G 啊都可以使用到嘅。咁所以呢部機都受到唔少客戶嘅歡迎嘅。咁其餘規格好老實講句啦，其實就同翻即係榮耀3X 真係差唔多，冇乜特別噶啦。咁跟機方面啦，同樣情況啦，跟機都係只有跟翻說明書啦、火牛啦同埋數據線嘅，就冇其他任何配件嘅啦。咁其實外觀上啊，甚至乎個 spec 啊，真係同翻榮耀3X 係冇分別嘅。
咁但係啦，至於佢由於提升咗 Full HD Mon 關係啦，喺個屏幕個效果方面會好咗嘅。咁其實就至於價錢方面，其實都係相差幾百蚊嘅啫。咁睇你自己意思啦。如果你話相對上嘅榮耀3X Pro 會好過榮耀3X 嘅，最主要樣嘢啦，其實喺個容量方面會有提升啦，同埋個屏幕方面都會比過往嘅 720P 更加好嘅。咁但係你話其實整體效果方面啦，其實就唔會太大分別㗎啦。咁至於如果你話你唔需要個視覺效果上覺得720P 都 OK 嘅，咁當然啦，榮耀3X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嘅。咁至於跟機方面啦，同翻榮耀3X都係啦，跟機就冇 Play Store 同埋繁體嘅啦。咁經過我哋買客戶啦，咁我哋都會幫大家安裝翻 Play Store，咁其實輸入翻個 account 就已經可以用到㗎啦。咁其實就今日啦，同大家介紹翻咁多先啦。咁其實就呢部榮耀3X Pro啦，其實就同過往榮耀3X都差唔多嘅，只一個叫做提升版本嚟嘅啫。咁現時手機已經有售㗎啦，想購買嘅客戶啦，都歡迎聯絡翻我哋呢邊國內手機大陸客戶查詢翻啦，多謝翻大家支持嘅。